今年是台南建成400周，为了传承台湾的历史甲文化，由着台南市歌曲艺术协会主办台南400台湾歌谣演唱会，3月16将伫个桂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来举办。台南市园林美院甲蔡秋兰上午嘛邀请主办单位甲市府的相关局处召开记者会，为活动来宣传。在3月16晚上7点到9点半的归仁文化中心台南400台湾歌谣的演唱会由我们宋老师他自己筹划的，真的。我讲迄条真正哪一家再有时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听听台湾歌谣。曾经到我们嘉义区去，所以把咱的一寡艺术带进我们社区，真的很使我感动吼。所以我今仔来参与到这个记者会吼，想要把它发光发亮，给更多的好朋友知影讲咱的陈老师、宋老师他们真的。对社会贡献很大。上午出席的包括台南市歌曲艺术协会理事长陈吉山，以及演艺界的团长宋庭轩、翁仔某拢亲自到场。市府则有文化甲观光旅游局等共同为活动来行销。台南400台湾歌谣演唱会，那这个是接受我们之前前文化局长叶哲参局长他鼓励我们说。你们民间做得这么好，台湾推展台湾歌谣第一人，那你要推提案，所以民间提案呢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定调为台南400台湾歌谣演唱会。为什么？因为台湾歌谣就是我们台湾文化400年来，其中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借由苦情的、悲情的这些台湾的以前的这些时代背景，把这些民谣最有感情、最有深度的，把它阐释出来。由台南市歌曲艺术协会主办台南400台湾歌谣演唱会，除了入选台南400民间的参与计划，另外3月22到4月14，伫个桂林文化中心第一艺廊，还有陈吉山老师的选草书法课展，以及4月13，伫个嘉义区的体育公园台湾歌谣演唱甲嘉陵市的发表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